記了嗎？曾為了夢鬥爭過一番，曾為了夢更不怕放下，這一股魄力不再對嗎？為早給兩眼，還會害怕碰那代價，害怕花光氣力最後都追不到花，仍會害怕是嗎？害怕爭取過後被人當笑話。你快樂嗎？難道你甘心隨時間腐化，淪為敗瓦？這角色真的令你開心嗎？凡事也總